那我们爱玉的水如果越少，它洗起来比较硬，它出水率就会比较高。那洗的时候呢，浸泡35分钟，开始洗的时候就要计时，不要超过5分钟，用3到5分钟，3分半是最好的一个效果。水果有柠檬跟那个梅子，它们用起来有味道是酸酸的，真的好吃。